看到画面真正真恐怖，讲到恐怖，人讲大路如虎口。桃园嘛有一件车祸，这个有一台双载乌托邦准备要倒下来时，去压到头前车这个车尾，致使两个人呢摔倒在地。后壁人赶紧就咧网络铺上去，大家引起讨论。有网友认为讲，这应该伫咧台转机这个所在等倒滑，也过经过了解，其实这个路口已经免台转啦。双方的驾驶拢无违规，也过警方嘛提醒讲，防卫性的驾驶拢应该加强，以免造成危险。车顶是头前车拍方向灯，准备倒滑，毋过甩伫风起喇叭，是咪到后一票？乌托邦双载倒滑到一半时，去压到头前车车尾，好多人拢摔倒在地。你在急什么啊？不是啊，你刚从旁边切过，你也该急啊！骑车民众大声骂，啊若是安怎会发生这个事故？骑车查某民众伫咧打吹油门时，车速过紧，险啊特别弄着伊。伊骑喇叭警告，想要到就看到伊含双载机车发生车祸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下晡4点多，塘市中立区环中东路含新中北路口，加载刹车民众甲人小可刺伤。双方酒测值为0，详细肇事责任尚待厘清。影片抛出网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网友认为双载机车应该抬转。实际回到现场，其实这个路口的抬转规定取消。根据了解，两边都无违规。警察讲，伫骑车伫咧起步时，应该注意头前已经拍方向灯倒滑的车辆。啊，若双载机车，嘛要注意边敢有车被驶过来。起步时，嘛应该避免为挂车道倒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